你才第2牛都只敢躲不嘛？哦，来油干嘛？去报。喂，第2牛到啦！热的呢。哦，被比阿伯熊大啦！我一样东西都看得到，没得你漏贼，也穿到平方面，没得你在拉不进你手。哦，错了呀，这样子都是没了。每天花子简单啊，没还混到中，我简单哎，叫做大学毕业的啦，还你都大一都生长子。啊，我你300年你都没拆开呀，俺那个我随便摸提到一年在绿fru开。哎呀，我都只好意思下得了啊，都是弟妹的你刮着得了。啊，第2牛，哎搞呢？混阿伯熊大呢哎，开样子菜，我怎么拆啊？这在我。喂，早知道快去停飞机！我那个鸟上都杨明哲，打过宽打过电路啦！我那个鸟上都杨明哲，打过宽打过电路啦！你别笑。请问你找到我毛给姑？姑，你找到我？哎呀，当过一毛姑，你找到不？帮当到么你孩子呢？让你过哎，不莫弄家弄酒，练练那路弄村长差不了让狗都米有狗子狗招相思哎，老米帮我睇你睇，我明刚刚差不了哟，我嘛要陪你做，哎，让狗差不了洗洗沙沙，蒙基都叫我的这家子那些了，懂你个哎，你包包到哎，懂你个哎，你包包到哎。你别笑。我阿伯都知道毛了，根本连去看奥达找到过哎，根本没礼貌呢。在，这怎么都个呀？那个都在那原毛啊？看这个，啊，我怎么叫啥哎？只叫现金的正菜，啥二维码？转开过节到了，那。啥二维码？转开过节到了，那你别笑。一楼，这都甚至那个卡子到了，我上到去搞。哎，老师哎，我都甚至我讲，你要学校哎，过年做了作文呢，你这是怎做？这些乱七八糟的呀！哎，那作为题目我讲了喏。作为题目也好，我最让脑干的一弄，哎，你做讲啦？你的弄了长度过了，我是传统一样找修路做贼，我不管哪个在鸟手枪。哎，大汉呢？查看你做的，大汉的内容如果有详细的，看狗子团长开通回运，立马都上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吗？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呢？